小心啊，不要再让别人把你抓住，欺负你了。去吧，去呀！这天底下，你是孤单的一个，我也是孤单的一个。我们同是天涯沦落人，以后就结个伴吧。驾！驾！钟儿，钟儿，钟儿！姑姑，钟儿，你要去哪儿啊？啊？姑姑，我要去大圣关参加天下英雄大宴。哦，路上小心呐，早去早回。大圣关，天下许多武林高手都要去赴宴的，放心吧，姑姑。哎，小心！回去吧，姑姑，回去吧。快回吧！大圣关，英雄宴。马兄啊！跑了大半天，累了吧？来，多吃点草。没看出来呀，马兄跑得这么快，一路上同行的那些骡马呀，都被你给甩到后面了。想你以前是区区农夫之首，不能得志，所以才任人欺负的。这一点啊，咱们两个也算是同病相怜了。这次前来大圣关陆家庄参加英雄宴的人一定不少。郭大侠和黄帮主发的英雄帖，谁敢怠慢呢？哎，十三哥，你见过郭大侠和黄帮主吗？当然见过了，还不止一次呢。哎，你们听见没有啊？十三哥见过郭大侠和黄帮主。哎，真的呀？可不。哎，十三哥说的是真的吗？他们是不是很威风啊？那还用说，郭大侠武功盖世，真的黄帮主足智多谋啊。好啊，这次我也能见到他们了。郭大侠和黄帮主可是我最敬重的人物，若是能和他们见上一面，真是我的福气啊！哼，这回你说对了，这次大圣关陆家庄的英雄宴，你就可以见到他们了。太好了！这些大侠我早就想见了。我有个这些大侠，跟他盖法没变。十三哥，这次召开英雄大会是为了什么事啊？听说是为了商讨对付蒙古人的大计。十三哥，你看，那儿有一对大雕。双雕，郭家大小姐和武氏兄弟就在附近。真的，好漂亮的双雕啊！哦。丐帮兄弟，前面就是大圣关了吧？是啊，兄弟，你也是来参加英雄大会的吧？还没请教英雄尊姓大名呢。
土地公公，求你保佑这次英雄大会得以顺利召开。福妹，大武哥哥，来上去，我扶你。来。啊，对了，大武哥哥，我叫你给我买的马鞭买了吗？试试看。哎呀，顺不顺手？你怎么知道我喜欢这么软的马鞭呀？这有什么呀？我这也有啊。红妹，还是我对你好。哼，你看这是什么？铃铛。哎，对，太好看了。这有什么呀？谢谢你，小五哥，你真好。这是我专门给你的。太好了，不错吧？谢谢。红妹，该走了，师傅他们还等我们呢。好啊，走。嘿，叫。哎呦，怎么下雨了？哎呀，哇，真的哇！哎，福妹，来，穿我的衣服。别穿他的，他的衣服有味儿。你的衣服才有味儿呢。穿我的。来，福妹，穿我的，别淋着雨。弟兄们，大圣官到了！哎，这位英雄，咱们又见面了。多谢大哥抬举，小弟落魄江湖，怎称得上是英雄呢？陶叔叔，哎，一会儿见了郭大侠，他必定会问起杨过那小子在重阳宫的情况。到时候我们怎么向他交代啊？有什么不好交代的，如实说就是了。杨过逃出重阳宫之事，我们瞒了他那么久，毕竟是我们有负郭大侠重托啊。杨过一块朽木，谁也雕不成材，不然郭靖也不会将他送到重阳宫了。我全真教对他已是仁至义尽了。各位快起来！快起来！请。郭大侠，黄帮主，全真教一行前来拜会。有劳各位道长，远途赶来。郝道长、孙道长、赵师兄、甄师兄，一路辛苦了。庄内已经备下茶水米饭，请各位英雄进庄用餐。邱道长和马道长怎么没来啊？马六、邱王四位师兄接到黄帮主的英雄帖，本来是前来奉诏的。师弟，只不过马师兄的身体不适，不知道那位龙姑娘会不会来啊？邱师兄等要为他疗伤治病，不能前来，在此要我等向黄帮主和郭大侠告罪。不敢。郝道长言重了。各位道长太客气了，马道长的病不打紧吧？啊，还好。黄蓉，郭伯伯，没想到我又回来了。从桃花岛到现在，已经有10几年了。你们可曾记得我？弟子参见黄师叔。郭大侠、黄帮主，你知道吗？那是陆家庄的庄主陆冠英，那美貌妇人是他妻子程瑶佳，是全真教道姑孙不二的弟子。当年陆夫人遭遇危难，幸被黄帮主郭大侠和我们丐帮所救，是以对黄帮主郭大侠